奉天承运。紧急通告：曲解免灾文，无生母救劫指迷津。老母肺腑言信息往下传，唤醒世中人醒悟躲劫年。听了无的话才能得超生，不听请自便，后悔也枉然。眼看灾难将来到，老母慈心救世人，为何降劫出惨灾？只因众生少善，因女四妖来难，四怪花花世界被闹坏，奸盗邪淫脏世界，酒色财气是祸害世人，醉生又梦，死不终，不义雕又精，贪官贪伤害百姓，各种骗术把人坑，都为私欲苦钻营乾坤，成了万恶坑，人人坑中各显能无规无矩无道义，违法乱纪，肆意恶闹，得人心不安宁，可叹可悲又可恶，三曹何日得安宁？人非人来，恶非鬼，良心道义己全无，只认钱来不认人，权钱交易欺众生，婚姻成了卖肉肠，老夫少妻遍地是，只为金钱不看情，到处都是哄与骗，股市成了断头台，骗子公司到处是，设下陷阱坑百姓，人间已是乱哄哄，人心惶惶不可终，空气污染难生存，食物污染病成河转，基因灭绝人种，天不收来病会收，大脑神经全破坏，人种变得丑又恶。天时几道不容情，收恶留善，改坤干善人，自有神保定，恶人难免归因。城市农工商分几等大小，官员几等分，罪恶大小分几等，一等一等要分明，筛子筛来细罗格，好人歹人全分清，丝毫不能冤一个亏负一个，不为神纯善纯良留在世，罪大恶极要除尽，小歹小恶想活命任听老母把话云，蒙氏发愿除贪妄，速速快将名师循着名师学修身，堂堂正正来做人，诸恶莫作，众善行，安分守己，树新风世道，存良三曹，安世风美好，神人欢。若是名师寻不见母，再给你说一遍，家家都有司命，神专管善恶，一家人月会之日，天庭去汇报一家善恶分，他有权利掌判你，任你奸巧枉费心，心存恭敬，将他请备上蜡烛，整2根3根黄香，插炉内3份黄表表，供心供品，不论多和少，随心供养他，不怪蒙氏发愿改前非，脱胎换骨，众做人从此一恶都不染，正大光明做善人，孝敬父母，敬天地，吃素念佛，敬圣神，和睦家庭，善亲朋，遵纪守法，存善心，一言一行去忏悔犯了誓愿天罚之记录之神不上记，某年某月某人于若是反悔命难保，罪加10等地狱，存这回劫运执法民亘古少有必执行。不论僧道官与商，不论男女与贪腐心坏邪灵全烧尽，只留忠良长乾坤。老母发话句句真，绝不欺哄与下人，我劝众生快速正善心，善为做善人，一片公心传天道。老母云：城关分明，渴望众生快醒悟，宜早不误，快修行见闻，修心快寻真，寻找名师出迷宫。地址符寻不着你，就按我指令做，请造君保佑你重新做人。这本是无生母救劫词语，有缘有福见此文，或到临头难救生之错，就改做好人，改过自新做好人。老母为你对心风邪不压，正是天道吃亏是福，学做人人善人，7天不欺，一颗公心日月明。此文传50人，你会积功累德，听从母言，照着做，能你和家人保平安，邂逅不转，罪过3等，人人需转发。请加入行善的一起吧。